昨伫Clubhouse 啊，有一个是讲台语的诗，应该是讲华语的诗，外国人写的诗，翻做华语以后，一寡对台语有兴趣的人，想要练讲台语的人，就家己翻做台语的诗。我去哩的时阵啊，活动已经结束啊，就留一寡人伫遐用台语来开讲。一开始是开讲真好势，突然间就开始有人要共 plan 安尼去报怨，就讲甲用华语讲，因为路长嘛。迄个人伊就是细汉到读册的时阵，伫厝拢有讲台语。即马家己有生囡仔，嘛想要用台语对囡仔教台语讲台语。伊真有心，所以伊就讲，想讲家己可能真久拢无讲台语啊，无就去社区大学去练习。伊就想讲，伫遐可能大家拢真轻松，用台语来讲话，拢是伊本地就会晓的。听台语讲台语，伊嘛讲甲真好势。想袂到伊去的时阵，拄着的老师是较教台语真正统的老师，就是为大陆拼音，阁有熟悉，阁有认捌台湾认捌汉字，用台语来发音，就是讲爱看有台陆拼音，阁有讲，阁看有汉字，伊就非常袂当接受。伊讲，应该上好学台语的方式，就是大家来开讲啊，应该是爱安尼啊。伊迄天可能第一天上课，第一堂就甲老师有冲突，老师就会想讲，恁哪会用你的想法甲我讲爱安怎教台语，甲我批评。迄个人嘛想讲，这老师甲我伫遐济人的面头前，去讲我安怎甲我批评，甲我迄叫啥物侮辱，伊嘛真无法度接受。尾仔伊就无阁去上迄个社区大学的课啊。伊就甲这代志讲互阮 Clubhouse 阮 Clubhouse 的网友来听。我是因为无方便讲话，嘛无法度交流。因为迄个时阵真晚，翁伫边仔就困甲哭叫。变讲，大家就开始用华语来讲哦。因嘛是安慰讲，这个老师毋对啊，安怎拄安怎。迄人阁讲，想袂到伊囡仔的台语课本啊，嘛是甲这老师共款啊，写一寡我毋捌的字，阁学啥物台陆，对伊来讲嘛是看无。伊就讲，伊相信讲伊来教伊的囡仔，应该教甲比这种教材，这种奇奇怪怪教材教阁较好。因阁讲有一寡人啊，伊嘛做无欣赏的。就是讲伫外口，买一个物件，创啥拢讲台语，买珍珠奶茶嘛爱讲台语。阁有人讲迄是政治啦，因是伫补政治的，较会安尼。因就讲，你安尼做亲扶老沙文主义，就是用，像讲你对一般人讲台语，意思介成讲要比别人用你台语的款哦。我想讲，
这实在是真歹补，就是讲，我想要讲，什物语言啊、母语啊、台语啊，还是安怎？伫即摆的台湾社会是无即种意识，伊会认为讲，你讲什物语言，互人听有是基本的尊重。啊，你若讲你的台语，虽然讲别人嘛听有，毋过就别人无遐顺啊，无定定讲，你就甲人为难。我想讲，对，就是讲，这世间每一个人的看法，佮有伊拄着的代志，拢无共款。所以讲，无法度互每一个人拢如我的意愿互我诚好的回应。所以讲，有人啊，若讲你讲正确讲法是啥，伊就起屁面啊，佮一直无法度放袂记，拢过足侪冬啊，佮一直提起讲。恁因真可恶，因为因甲我纠正讲我这台语要安怎讲。我哪有可能台语阁讲甲替互人纠正？这就亲像讲，我讲华语讲诚顺，毋过呢拄着阮姊啊，伊伫国校仔教册，伊就讲你这字讲毋对啊，即个音应该是爱安怎阁安怎。我迄个时阵嘛想讲，这实在是讲话讲袂落去。所以我会当知影讲，其实拢会拄着，就是大家想法拢无共，大家意识拢无共的时阵，你爱拄着共款想法的人，有可能就是爱去网络去找，去社团去找，即个课仔内底，大家拢想法拢相共，变讲，即摆的人实在是，大家拢有大家的想法，毋过若是社会较主流的想法，阁受着社会影响，就变讲，若我家己的想法甲别人较无共款的话，就变讲，会定定想讲，别人拄爱反应，怎会是安尼咧？就亲像讲，我伫公司讲台语的时阵，有人会接受哦，有人阁会受我影响，就亲像我，就甲别人讲台语的意愿，甲伊写出来安尼。这足正面的，毋过嘛是有人是足负面的看法，就讲。你哪会爱一直讲？你阁讲无啥好势啊！讲无啥好势，阁一直讲，这毋是无礼貌的代志嘛？若讲，即个人是脑性麻痹，无法度这别当甲人勉强，无就是讲老伙仔讲华语实在是无法度外国人，这拢会使。毋过你若有即种能力，你不应该挑工讲，用你较无讲袂顺的台语来讲话，来沟通。真正的这社会就是诚侪无共款的看法。我即摆就是去笑笑的去看大家无共款的看法，所以讲大家反应毋是讲每一人拢是正面的。其实是有负面的这种声音，这就亲像陈佩维伊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啊，伊就想讲拄好，伊嘛是推测讲翻译同意的人嘛，所以伊嘛要试看嘛，因为迄天是第一天开始。伊就开始用台语来质询，想袂到讲会发生冲突。这就是讲，大家意识无迄种意识的时阵啊，你若较进步、较头前，无就是讲较高端的时阵，你会发觉讲，
这社会明讲台语的人遐济，毋过伊嘛无一定会赞成单配为讲用台语来讲。这当然嘛牵涉着意识，就是讲啥物语言其实是一个权利。毋过大家拢无即种意识，认为讲大家拢有责任，家己讲的话，互别人听有。这是你爱负责的。毋过这就变讲，我若有拄着讲，较接受我思想的人，咱嘛真好。像阮公司一个查甫的同事，伊就嘛讲无啥好势，伊就会伫外口拄着，咱就会两个伫遐对讲，用台语来讲话来练习，拢无断去，真正是真好，拢有坚持落去。伊就变讲伊的意识甲我较晚近，伊嘛想讲有机会就甲某伊捡转来，这有好无歹。毋过有的人的想法可能就无共款啦。所以讲，这对我的影响就是讲，我应该需要了解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想法。毋过我嘛坚持家己的做法，认为这是有价值的。以早呢，拢是讲，为什物别人是即种反应，拢甲我泼冷水，就开始想讲是毋是家己有问题啊？是台语讲无好啊？还是安怎搁安怎啊？还是讲，无做啥物主管，无做大官，别人较甲我欺压啦？即摆就是用别种想法，就是讲，每一人的即种观念的进步是无共款的。每一个人重视的是无共款的。若讲到薪水是大家拢相共，毋过薪水以外，就变讲每一个成长的过程无共款。每一人的经验嘛无共款，就亲像感情的观念，每一人其实嘛无共款啊。这就变讲，这就变讲，人生其实就是来体验，体验无共款的人生。即摆我若讲体验是，我当下的人生，我就好好去体验，莫安尼对家己足无信心，一直想讲是家己倒位做毋对，这种想法拢无必要。豆豆仔甲家己的信心捡转来。我认为对的物件，就算这世界敢若我一个人认为是对，毋过我爱相信我的直觉，相信我心内的声音。这种体会，这种较超脱的想法，以早是无的。以早拢是讲道理，就是讲我安尼做嘛无错啊，安怎搁安怎。其实毋免用家己的道理去想代志，去想一个对甲错。应该就是我即摆做的代志，爱问讲，我有介意无？我的热情有摕出来无？还是讲我做勉强做啥？我拢想讲毋是拢共款拢无必要啦，拢无效啦。就是讲我看重的应该是讲我做这项代志，我的想法，我是欢喜的，还是讲怨叹的？想讲我安尼做，可能有人嘛无欢喜，我另外换一个方式，阁有人阁无欢喜，就定定受别人的控制。其实拢毋免安尼，就是家己的
智慧，就是爱靠家己去练习。以早咱拢会看一寡册啊，成长的册啊。即马人拢无啊，拢是用道理去看代志。所以人甲人之间就开始讲道理。但是这讲道理，就是讲牵涉着立场无共款，观念无共款，等等，迄是回袂清的。就亲像讲，就是诚济道理其实是毋免去，就是诚济道理，其实无讲对还是毋对，就亲像讲最近啊，我就无依听着尾随黄月水伊的 podcast， 伊就访问大美，黄大美进前我就本来讲足支持伊的，搁甲伊互动，毋过发现讲伊可能口说迄高端啊，搁有国内语苗，搁有连雅国内语苗，我就真袂爽。想讲伊可能是瓜粉还是安怎？就无想要原谅伊。毋过我就看新闻，伊就解说啊，讲伊毋是即种意思。伊伫尾随的访问内底嘛是有搁讲即件代志。我想讲伊台语讲甲足老足流利的，真正是讲诚好的即种，毋是讲诚侪年拢无讲安尼无顺袂呢。我就想讲，应该是爱甲人支持，而且迄个时阵可能家己就想讲，即立场甲我无共款，要互伊淡薄仔教训啊，还是嘛莫讲，莫讲安尼拢袂要紧啊，爱抗议一下。毋过想想的，就是讲，会定定有一寡会去甲人审判，会有新闻有人就会讲，这人足可恶，迄人足可恶，就是用对甲错去审判别人，其实就是对家己的一个审判。定定想讲，家己即摆安尼做是对还是毋对？几当前应该爱安怎做？爱换头路搬换头路啊，爱搬厝无爱搬厝，要买这股票还是不爱买？定定会后悔，所以就会想要审判家己，变成投射伫外口，就看着别人，对猫仔无好啊，还是讲精神状况较无好啊，还是讲较散车，就是睡做危险的厝，就发生失火意外，搁走袂出去，等等，有的人是投射会足惊吓的。因为伊对家己的人生就是诚不安，诚袂安心。想讲人生哪会遐济意外？就伊可能定定感觉讲伊诚拍拼，哪会得到的结果是甲伊家己想的无共款呢？伊就会开始惊吓，认为这世间的代志就是足无稳定的，是足无友善的。就亲像讲，我若头仔开始讲台语的时阵，我嘛是足惊吓，想讲哪会这世间这反应，我拢爱足惊别人的对我讲台语的反应，惊别人叫我莫讲还是安怎？毋过我就有家己超越，迄别人的反应。
着怀疑别人安怎讲，我着过青嘛，直青。我嘛是着要硬讲，因为我想讲，我着要练习，爱定定讲啊，定定讲有好处的，当然是家己啊。啊，别人着可能会心内有足侪看法，有可能是负面的，啊嘛不要紧啊，生性的嘛。就算讲，今仔我想讲，我做的是一件好代志。有人会写小说，我足欣赏的，会去留话。讲这若讲甲有淡薄仔无共款的意见啊，讲对内底甲受无共款的意见，有可能就大家拢会较趣味嘛，就会开始一来一往啊，等等啊。所以，毋过其实别人观念可能毋是安尼。所以变讲有时阵认为讲这应该是好的反应，毋过得到的结果毋是家己去想的安尼。毋过这本来就毋免去管，会当管的是家己尔。我做这件代志，我认为做有价值，我家己会使去决定。别人会有十喙九尻川十喙九尻川，拢有诚侪话好讲。连写台路篇嘛是大家意见了了嘛。讲这看无啊，你写这创啥咧？有诶无诶？毋过就是我做诶时阵，认为讲我有认同，这对我有帮助，我会使甲台语讲较好，无就是加学一寡物件。而且呢，虽然讲学台语啊，去爱上课啊，爱开钱啊，毋过我着想讲，因为我即摆做诶代志是我灵魂诶职业。若是灵魂的职业，灵魂当然着爱斗相共啊，爱互我会得过啊。我会相信讲，相信亲像别人相信耶稣会甲伊救。我相信讲，伫我内心即个边角，即个小神，会甲我帮助。我着去放手做我想要做诶代志，我的直觉，我的冲动，我的热情，我着会对伊就好啊。若讲着毋免去想遐济，讲我即摆无去学这，以后会做学找工课无？我若讲无去练习一寡名次的题目，以后会安怎？若是一直安尼想，着变讲，着亲像一个堂吉诃德，伊着看着风车，着一直拍，伊嘛毋知影伊伫咧拍啥。伊惊讲停落来，啥物代志拢无做，会搁较惨。毋过伊真正毋知影伊的目标是啥物。我着无做这种人，我着去做我家己的代志。就算讲有了工还是袂了工，拢袂要紧，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。就亲像讲，我写小说，虽然讲是无看的人足少的，毋过这小说就是我想要写的啊。我自头到尾每一个字拢是我想要表达的，我真喜意的，所以写完到即马，我嘛是足喜意的。这喜意虽然毋是讲这本册有啥物成就，毋过这内底写的一寡故事，拢是我真心想要写的。我即马若开始学台语、练台语、去实践台语，虽然讲有可能就是无啥物
啥物会当靠这趁钱，还是有诶无诶。毋过呢，未来我着想讲，这着是我伫内底有学着物件，而且是我家己想要学诶。即个过程其实着是上好诶一个条件。以早咱做啥物决定，会上条件会讲，我学这以后用会着无？我的天分去学即种物件会食力，还是讲足简单呢？等等。毋过即摆我着是有一寡方法，会当讲练台语，会熟悉台语，去上课。有呢，有一寡技巧我拢渐渐有掌握。虽然讲有诶人可能听一两届，听第一届就会当记起来。毋过对伊来讲，台语可能只是一个交通诶工具，所以伊无可能搁去摕一本台文诶册，讲我来熟悉台文字，我来知影搁较济台语诶形容，伊就袂做即件代志。就亲像讲有人会去看古早诶册啊、小说中文诶啊，有诶人就无啊。就看电视，电视搬甲诚好看，就安尼尔。毋过我就会去找一寡资源。这就甲我诶个性嘛做会合诶。若讲华语诶物件就满满是，这嘛无啥物好找。我找资源诶即种功夫就无法度转啦。所以这应该是互我去体验，体验讲，若我今仔做诶代志是我家己认同诶，我应该爱用啥物角度、啥物心态来面对。所以讲，这几冬一开始呢，我就想要伫咧公司有好诶表现，互这特别人看，一定着主管啊，别人嘛。毋过可能着毋是互我家己看，毋是为着我家己，是想要做互人看。所以讲，若我即摆做诶代志，这顶司看无，重要诶同事看无，我着讲，足怨气诶，讲做遐济，结果嘛无替互人看着。啊无就是嘛出错，人诶印象就无好啊，就做逐工拢想讲别人诶印象是上重要诶。过来尾啊，我就开始写小说。虽然写甲诚投入，毋过写了以后，嘛会开始想讲，看诶人啊，就亲像头家要验收共款。因有介意无？因有感动无？有甲因吸引无？我诶小说会有法度吸引诚侪人来看、来熟悉。我这个作者，阁有我其他诶作品无？这就变成讲，我嘛是无法度家己欣赏家己所爱做诶代志。我嘛希望是，是由别人诶反应，来安慰我家己。毋过这第三阶段，就是台语即个体验。即个体验呢，一开始嘛诚艰苦啊，定定替互人口说，替互人拒绝，替互人讲批评指教。毋过呢，我就渐渐知影讲，为虾米就是即摆大家拢无讲母语、讲台语诶意识，拢讲你毋免讲啊，你若讲华语，大家听有就好。为虾米要互我拄着这种代志？这就是要互我学，就是讲，
今仔我做诶代志，是我家己足热情诶所在，足投入诶所在。若是安尼，我应该爱安怎去享受？毋是讲会等候别人，等候知己，等候别人讲你台语讲啊真好，如何如何，还是考啥物认证？讲我考调啊，会当搭伫倒位，我嘛毋知会当搭伫倒位啊。这过程就是互我体验讲，我做诶代志，若是我家己想要做诶，上大验收诶人，就是我家己。我就想要做。那别人安怎去看法？别人诶反应，我应该爱家己分开来看，毋免讲爱等候别人诶反应，为着别人笑，为着别人哭，会定定就咧想讲，这无道理啊！别人诶道理怎会是安尼啦？怎会无看着我遐拍拼、遐认真、遐有心？我就变讲我会当跳出去。我想讲，这应该是这3个阶段是要为着互我成长诶。我嘛希望讲家己真正会当讲学起来，就是安尼。